慧。打分代表係東華三院張明中學，主辯係李美瑩。第一副辯係李詠琳。第二副辯係黎思怡。而家比賽正式開始，首先請正方主辯到台前預備。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先從辯題字眼入手。第一，體育產業發展。根據青協，體育產業係體育相關嘅商業經濟活動，故此能夠帶嚟更多經濟收益先叫做產業發展。第二，體育仲裁機制同一般仲裁庭唔同，正如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體育仲裁採取係先調解後仲裁嘅原則，成本低、效率高，難怪根據中國2023年體育仲裁規則，常規仲裁一般時限為3個月，而特別程序只係需要24小時，可見體育仲裁機制處理案件嘅時長較一般法庭短，更有效率。第三，根據漢語詞典，關鍵係指對情況起到確定作用嘅因素。所以今日衡量辯題準則在於設立體育仲裁機制後，是否相較於冇仲裁機制，更能夠為本港體育產業帶嚟經濟收益。而我方正立辯題原因基於體育仲裁機制挽回大眾信心，吸引企業投資。2024年施政報告指出，隨住體育嘅產業發展，體育糾紛越嚟越複雜，冇仲裁機制嘅情況下，體育總會嘅權力普遍大於運動員。然而，運動員要為自己爭取權益，往往只可以進入漫長嘅司法程序，等得嚟運動員嘅生涯都結束啦。例如空手道精英運動員羅展鵬無故被總會取消會籍，令佢喪失香港體育學院嘅精英體育員資格同埋其贊助。可惜2017年入會法院嘅佢，都等咗足足8年，亦即係到2025年4月，法院先裁定佢勝訴。中間呢段時間，羅展鵬冇比賽打，而家冇糧出，權益嚴重受損。上述例子正正反映運動員權益並未受到最大保障。相反，當今日引入仲裁機制，羅展鵬要等待嘅時間足足短咗32倍，避免浪費運動員最珍貴嘅時間。當有咗體育仲裁機制，我哋就能夠確保翻運動員嘅權益，締造一個公平嘅環境，挽回大眾對運動業嘅觀感同支持，從而吸引更多企業投資，獲得經濟收益，做到產業發展。最後想問有方同學，當一個城市處處不公，企業唔願投資，又如何推動產業發展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發言時間係2分3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有請反方主辯到台前預備。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就話仲裁機制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喎，但係2分半鐘之內有方學院宣佈翻到即可行性問題，當中架構實際點做呢？要點做？當中架構如何確保公平公正？查請有方交代清楚。在座各位，本港原本就已經有完善嘅法律機制去處理體育相關嘅案件，然後總會內部都有上訴嘅程序同埋機制，一直行之有效。故此，係咪個辯題是否成立，就要睇呢個機制，即係有必要去設立，以及係咪可以真係促進到體育產業嘅發展嘅關鍵啊！我反對今日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機制架重結構，仲裁形同虛設。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就指出咧，香港現時嘅機制本身就可以已經處理到包括體育爭議在內嘅各類案件啦。而且體育總會本身內部都已經有上訴同紀律機制，港協嘅奧委會更加係2年更新咗運動員遴選政策及指引，要求屬會係要制定及公開上訴嘅程序嘅。其次，體育相關嘅商業糾紛，例如運動員嘅合同啊，或者係贊助、轉播權呢啲，喺現況機制都可以通過完善嘅調解機制、商業仲裁制度同埋民事訴訟制度一一解決，根本就冇必要再設立一個新嘅機制，反而強行設立一個機制咧，唔單止架床疊屋啊，可能會帶來執行上嘅問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表示咧，體育仲裁機制咧，現今咧就係需要同體育總會達成共識啦。真前階段咧嘅先導計劃係唔會強制體育總會參加嘅，即係
嘅關鍵啦。要如何衡量關鍵呢個字嘅標準咧？正正就要睇機制要為體育產業帶來嘅經濟產值啦。根據旅發局嘅做數據咧，政府而家大力推行嘅盛事法正正係推動本港產業嘅關鍵啦。例如23年嘅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咧，就已經帶來咗5億直接消費。反問有方設立咗呢個仲裁機制，又可以為本港嘅體育產業帶來幾多嘅經濟產值咧？如果連數字都交唔出嘅話，又何談產業發展嘅關鍵咧？多謝各位。反方主辯嘅發言時間係2分15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有請正方第一副辯到台前預備。在座各位大家好，聽完友方嗰邊，唔難發現友方反對嘅原因無非都係得兩種。第一，重要性，友方認為現行策略無需仲裁，然而友方明顯忽略咗好多現況下好多權益受損嘅事件。主辯同大家講咗運動員權益被侵犯嘅例子，友方充耳不聞，唔緊要，我講多個球迷權益受損嘅例子俾你。相信大家都聽過邁阿密國際同香港明星聯球比賽嗰日，身為當家球星嘅美斯坐喺替補位上面，落場嘅時間連1分鐘都冇，令到現場嘅球迷們極為失望。但係佢哋甚至只可以喺現場上面嗌回水，連其他追回權益嘅辦法都冇，咁樣係咪友方嘅願景呢？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主任陳曉峰就指，由於香港冇集體訴訟，數萬名球迷只可以以個人身份起訴，而為咗100蚊嘅飛使幾千打官司，明顯就唔值得。因此，球迷難以追討自身權益嘅同時，亦令大眾對體育界失去咗信心。陳曉峰更加指出，如果香港擁有體育仲裁中心，無論係運動員嘅權益，又或者好似上述事件咁，球迷權益受損，仲裁機制都可以快靚正咁處理。首先確立一點，設立體育仲裁中心能夠挽回大眾嘅信心。再睇友方第二個質疑可行性，友方認為設立仲裁機制成本昂貴，但係根據2024年施政報告，政府本來就諗住開設，政府又係咪唔知道成本幾多呢？可見政府都有準備足夠嘅資金俾體育產業。再講，根據香港立法會網站，就倫敦而言，佢哋仲裁中心每年處理5000多宗裁案，為經濟作出至少250億港元嘅貢獻，反映呢個機制根本就係政府同業界慳錢，所以因為成本高而無法開設呢一點，根本就唔成立。再到人才方面，律政司早於今年1月就成立咗體育爭議解決諮詢委員會，反映香港根本就唔缺乏呢一方面嘅人才，而且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仲裁中心可供港府參考。政府亦對各個仲裁機制進行嘅研究，換言之，香港根本就唔係毫無藍圖咁設立仲裁機制。最後想問友方下一個辯委，直接交出一份資料，論證香港有咩劣勢，否則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辯嘅發言時間係2分3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有請反方第一副辯到台前預備。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啊！今日友方用咗2個辯委嘅時間同我哋去論證實行體育仲裁機制嘅必要性啊！但友方係咪忽略咗體育仲裁機制講到底不過係解決糾紛嘅制度，而今日條辯題字眼在於體育仲裁機制可唔可以促進本港嘅體育產業嘅發展，而關鍵在於可唔可以為本港帶來經濟增益。而我方主辯問友方同學啦，而家香港面對糾紛嘅時候，有其他嘅方案，如民事訴訟、調解機制、體會內部嘅上訴程序去解決糾紛。設立體育仲裁機制係咪一個關鍵嘅必要呢？而今日友方同我講係有呢個必要嘅喎，咁我方就想問啦，友方係打算點樣去實行呢個體育仲裁機制呢？有咩案件係只可以通過呢個機制去做嘅呢？打算係點樣收取費用呢？收取幾多費用先係合適呢？究竟係咪自願去選擇嘅呢？係咪設立後就只可以用呢個機制呢？其他一律唔俾用呢？而今日再退一萬步嚟講啦，就算體育仲裁機制呢，忽視晒呢啲所有因素，就強行執行，係咪真係可以促進到本港嘅體育產業嘅發展呢？又係咪關鍵所在呢？可唔可以為本港帶來更多嘅經濟產業呢？請友方同學正面回答。
而有方今日發現咗幾大問題。一，有方今日同我哋講啦，喺仲裁機制可以令更多比賽主辦商願意喺香港投資。咁不禁令我方感到疑惑啊！而家冇體育仲裁機制啦，咁今年嘅全運會比賽唔通唔係喺香港搞嘅咩？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後者唔通唔係喺下個月8號喺香港舉辦咩？既然而家都冇體育仲裁機制，都有咁多主辦商願意喺香港投資，願意喺香港設立比賽，唔通係同體育仲裁機制有關咩？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第二啦，有方今日關鍵所在，有方今日從頭到尾都搞錯咗體育仲裁機制嘅目的係為咗解決糾紛，而唔係為咗賺錢。不斷咁同我哋講體育仲裁機制係關鍵啊，但又唔俾出數據指出喎，實際執行體育仲裁機制究竟可以點樣去帶動香港體育產業嘅發展，又可以為香港帶來幾多經濟產值？請有方以數據證明啊！而今日我方同你講，盛事化先係關鍵所在，設立更多嘅比賽，吸引更多嘅人前來觀賽，培養更多嘅運動員，唔通唔俾仲裁機制更吸引人咩？更能帶動香港經濟咩？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啦！再其次就係而家盛事化嘅所帶嚟嘅經濟係大過體育仲裁嘅時候，點解仲要去設立呢個體育仲裁機制咧？體育仲裁機制又何談為關鍵咧？多謝各位。辦方第一個辯嘅發言時間係2分2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有請正方第二個辯到台前預備。各位大家好，嚟到以富為資，唔難發現其實今日有方都承認咗我哋有必要去解決呢啲紛爭同埋呢啲糾紛啦。但有方咧同我哋講乜嘢啊？解決紛爭可以用乜嘢？民事訴訟用法庭，用普通法庭。主要咪舉個例子俾你聽咯。而家我哋用呢一個仲裁法庭嘅話，我哋可以減少32年嘅呢一個時間。一個棒球運動員嘅生涯只有得5年，你要佢等2018年，去到2025年嘅時候已經過咗幾耐？過咗7年啊，過咗8年啊，咁究竟有幾多運動員可以等得起呢8年呢？然後咧，今日有方咧同我哋講，今日嘅關鍵並非喺呢一個仲裁機制啦。咁但係今日有方咧冇諗過就今日有方忽略咗嘅就係關鍵係起到決定性因素作用嘅因素啦。今日主辯起咗俾你聽啦，簡單釐清呢一點啦。今日人要生存，水係關鍵，因為你冇水你就會死。今日人要生存，氧氣亦係關鍵，因為冇氧氣你亦都會死。咁所以關鍵從來都唔係一個單一因素，而係一個可以起到決定性因素嘅一個因素啦。咁所以今日有方你唔好再攞一個單一嘅例子同我哋説明，今日要賺到錢先可以用盛事化。再講下今日其實要審視仲裁機制係唔係關鍵咧？我哋只需要問一條問題：企業選擇投資與否究竟睇啲乜嘢？根據 Case Stotler 嘅研究同我哋講，企業投資運動企業嘅第一個考量因素就係睇運動賽會嘅管理，即係睇該賽會嘅聲譽同埋形象是否良好喎。咁所以咧，今日有方同我哋講啦，有啲紛爭可以解決晒，但係而家見到你就咩？香港喺2018年至2024年，單係運動游泳總會咧已經有15個例子可以同我哋講，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爭議醜聞頻出啦。咁我想問有方喺呢啲情況下，究竟有幾多個贊助商會選擇投資咧？有方可唔可以舉出個數據咧？今日有方有人同我哋講啦，而家將會舉行嘅運動會有好多都係其他嚟選擇嚟香港投資，咁所以已經見到而家嘅呢一個產業化做得好好。但係然而今日嘅辯題問我哋產業化要點樣做得更好啊嘛？更好就證明要進步啦。係咪我哋要一直原地踏步先就叫做進步咗？而家搞一個仲裁機制有幾難啫？有方有冇我哋可行性啦？有方其實全程咧就係叫我交出個藍圖，但係即係所以先確立就係有方都承認我哋需要一個仲裁機制啦。咁所以咧佢叫我哋交出個藍圖，但係我見到係乜嘢？英國、中國、內地、澳洲唔同嘅國家都有做緊呢個仲裁機制嘅時候，完全唔明有方需要啲咩藍圖。而家港府都支行咗一個先導計劃，所以今日辯題你已經成立，多謝各位。正方第二個辯嘅發言時間係2分35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有請辦方第二個辯到台前預備。主席、評判長、各位大家好啊！其實我啱啱我跟一副都問到你可行性嘅問題啊嘛。
咁費用係幾多啊？有方議會其實都冇回答過我方問題啊，即係另外一個可行嘅方案啦。既然你連一個可行嘅方案你都冇嘅話，你又點講話呢個仲裁機制係去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嘅關鍵呢？咁其實今日睇完政綱主編一副二副啊，都係冇同我哋論證到可行性呢一個問題㗎。咁即係話代表咩啊？代表呢個機制喺香港根本就唔可行㗎嘛。所以其實促進本港體育產業發展嘅關鍵就係我軍一路所講嘅城市化啊嘛。好啦，咁我哋再睇翻冇嚟講啦。就算忽略咗呢個可行性嘅問題啦，我哋再睇翻問題字眼就啱啱一副講到話關鍵啦。咁請問翻有冇同學，你知唔知道對於本港體育產業發展嚟講咩叫關鍵呢？其實對於本地嘅體育產業發展嚟講，關鍵係要揾多錢去帶動成個香港嘅經濟發展嘛。但係呢個機制佢宗旨係為咗運動員喺賽場上面嘅公平性去設立㗎嘛，佢冇辦法直接去創造錢去推動翻香港產業發展嘛。咁既然要去促進翻呢個香港體育產業發展嘅話，咁點解唔似啱啱我分一副都講到嘅就話產業化呢？咁我再睇翻城市化呢，咁我再睇翻簡單嘅例子就係話，好似近排舉行嘅全運會一樣啦，香港代表團超過1800人，係香港歷年嚟規模最大，吸引超過10萬人啦，咁創造咗差唔多1.2億港元嘅收入啦。其實由此已經可以睇到，其實一個盛事為香港帶嚟嘅收入係好多好多，咁啊可以推動翻成個香港嘅體育產業發展咯。咁其實呢個機制冇咩用，因為其實本身呢個機制目的已經唔係為咗推動香港體育產業發展嚟設計㗎嘛。咁今日有個同學咧就係一個問題，佢嘅題目翻譯成係錯誤㗎。佢今日就係咁講話，你設立呢個機制係即係促進香港係問緊你係咪促進香港體育產業發展嘅關鍵嘛？啱我一副都同你論證咗，其實機制可以設立，但係絕對唔係關鍵嚟㗎嘛。有班同學你今日一味係咁講話，例子就話呢個機制可以為香港帶嚟幾多收入啊？咁係咁同我哋講呢個機制係產業發展嘅關鍵嚟㗎嘛。但係有班同學你本身針對體育產業發展嘅話，呈現錯誤㗎嘛。咁最後想問翻有班同學啦，就係咧。聽我哋發言講咁多之後，你係咪仲覺得呢一個嘅機制仲係促進體育產業發展嘅關鍵咧，而唔係擴大城市化咧？多謝各位。反科第二副發言時間係2分3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交換答問環節，發問回答前辯員會有15秒準備時間。首先由正方第二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二副辯發問。想問有關2018年6月空手道總會2年之間已經涉及咗50幾個不公嘅爭議，然後投訴者仲要開埋個空手道副主大聯盟嘅時候，可以見到爭議頻出啦。咁我想問你咁樣嘅情況下，越嚟越多人唔願意投身呢個行業，越嚟越多人唔願意投資，你又點樣做到你嘅城市化或者你嘅產業化咧？多謝各位。時間結束。反方第二副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第二副辯回答。其實針對翻有關同學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咧對於嗰個羅展鵬案件，其實佢係通過司法嘅機制，即係香港嘅呢啲針對運動員條例解決到呢一個問題。而對啱啱有關同學所講嘅就話呢啲呢一個空手道運動員佢問題會導致到香港少咗人嚟投資啦。但係佢問我哋點樣去實行呢個產業化嘛？但係我哋今日針對嘅就係我哋可以通過網絡其他嘅方式去消除呢啲負面評論啊嘛，可以再導致到嗰啲產業願意去投資香港嘛，而唔係好似有幫同學所講嘅就係完全呢一啲嘅嘢冇。
結束，範方第二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範方第二副辯發問。想問有幫同學啦，點解一定要設立呢個機制先算做關鍵咧？唔通而家係渠道無限咩？咁就唔該有幫同學攞數據，如果唔係就證明其實呢個機制就係補充而唔係關鍵咯。時間結束，正方第一副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一副辯回答。就因為要投資，如果即係睇住啲投資關注我投資晒俾其他國家，由香港繼續頹廢落去嘅話，就因為要投資咯，都係講。時間結束，正方第一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一副辯發問。有方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一個體育仲裁可以喺10日或者24小時內解決到？賽事前10日或者24小時內解決到，而民事訴訟要幾耐，同埋運動員生涯有幾耐時間呢？時間結束，範方第一副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範方第一副辯回答。咁回覆有方同學嘅問題咧，有方同學話咧，而家其實喺現場比賽時有一個爭分嘅情況下點樣解決？其實而家香港政府係又可以解決到嘅，其實佢咧係講緊24小時解決得到，而唔係話佢其他嘅，佢而家需要通過民事訴訟嘅爭分係一個長時間爭分，而唔係話你比賽現場嘅爭分，所以其實而家係唔會影響到比賽嘅公平嘅，所以唔影響比賽公平嘅時候，個人嗰啲運動員係會嚟，佢會參加呢個比賽嘅，所以係會吸引到人嚟，而唔係會壓制。多謝各位。時間結束，範方第一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範方第一副辯發問。咁問翻有方同學啊，體育仲裁機制要點樣賺到超過政治法所帶嚟嘅經濟收益呢？時間結束，正方主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主辯回答。但係其實呢個體育仲裁機制係符合呢個聖士法，咁點解我就唔明啦？點解要係兩個揀一個？點解唔可以雙管齊下？明明兩樣都可以為香港提供呢個經濟效益，又可以促進到產業發展，我又唔明點解唔可以雙管齊下？多謝各位。時間結束，正方主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主辯發問。第一個問題想問有方，就
第二想回覆翻有同學都要問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喺有冇例子係可以喺24小時之內完成咗呢個仲裁嘅？但係如果喺奧運或者任何比賽嘅上面咧，如果係據主辦方向呢個香港仲裁國際仲裁機制去提出申訴要求，要佢24小時之內完成呢個要求嘅話，其實係做得到嘅，所以係已經有現時嘅一個方案去解決有冇同學問題咯。多謝各位。時間結束，反方主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主辯發問。請問下有冇同學咧？呢個仲裁機制係咪一定要用喺成立咗之後？如果係嘅話，咁繁複嘅機制又要去商討細節，係咪真係有效率？如果唔係嘅話，真係有需要糾紛啦，上咗法庭啊，我唔用你嘅仲裁機制，佢可唔可以俾到一個仲裁結果我？可以定係唔可以？多謝各位。時間結束，正方第二個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二個辯回答。各位大家好，有方問我咧解唔解決到？實解決到㗎，你要幾多年啦？10年、8年、18年定係你要幾多年咧？一個運動員一生嚟究竟有幾多年？有方有冇諗過咧？有方答我話奧運可以向嗰啲仲裁中心示意，可以去24小時內解決。咁所以正證明咗，如果你喺香港主辦嘅話，你就要向中國內地嘅仲裁去示意嘅話，咁我哋咪應該要舉辦一個香港嘅體育仲裁中心，先可以令到呢一件事更加有效率，並且令香港更加進步，令到更多盛事化，好似有方願景盛事化咁樣，令到更多投資商願意嚟到香港嚟做呢啲比賽。多謝各位。時間結束，而家雙方主辯有1分鐘時間預備總結，開始。準備時間結束，首先由反方主辯總結，請到台前預備。各位大家好啊！嚟到結辯呢個位咧，我哋都好清楚有個立場幾咁荒謬啊！第一啦，支持呢個仲裁嘅設立原因咧，原來係因為運動員嘅生涯好短啊，走司法程序嘅時間又好長。咁我依次用不同嘅邏輯行落去咧，我要搞一個偶像嘅仲裁機制，因為偶像嘅花期好短啊，打完官司都冇多出嚟青春資本去繼續工作啦。咁有冇同學依照你嘅邏輯咁樣搞佢？係咪到最後所有有可能打官司嘅點解要搞一個仲裁機制啊？有冇同學嘅邏輯就係咁荒謬啊？因為某件事花期好短咧，就千方百計咁樣立一啲特別嘅法例去試圖延長花期，但係唔至於現今嘅狀況可唔可行啊？好啦，我都明白今日有同學想做正點咩，都係因為體育仲裁機制有好多好處啦。但係如果單單係因為有好多好處，所以就要設立
納入瓜中傑嘅一個部分嘅。在各位，而家有方就好似一個味力失覺味覺失靈嘅廚師啦，明煲湯以色香味俱全啦，但係搞到最後就因為自身嘅問題，咁啊不斷加啲鹽落去，搞到煲湯由最後嘅好味好平和狀態變到混亂又難飲，呢個咪有個唔點咧？多謝各位。校方主辯嘅發言時間係2分35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由正方主辯總結，請到台前預備。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曾經係一個精英運動員，係一個為香港帶嚟好多獎牌嘅棒球運動員。係我最輝煌嘅時候，我無故被總會禁賽，我試過去申訴，而法庭只係通知我等陣，一等就係等到下屆奧運完結都未俾到個結果我等咗好多年，但係一個運動員又有幾多年去等呢？呢個棒球員嘅運動生涯只係得5年，因為等而白白浪費咗我一直以嚟嘅努力，因為等而令我無法為我珍重嘅香港體育界帶嚟任何貢獻，因為等我甚至連重返訓練場嘅機會都冇，直到我唔再以一個運動員嘅身份等待。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結辯嘅位置，不妨用2個不總結全場。第一，不求甚解。有方同學對辯題字眼曲解，有方全場都話冇可能性，但係有方一再對辯題曲解，因為辯題唔係講話香港有冇能力去做，而係睇呢樣嘢係唔係關鍵，而且有方全場係講唔到，係個冇可能性嘅位喺邊度？究竟係冇人才啊？香港冇錢定係點啊？有方全場冇講到。第二，不了了之，對我方提問得過且過，忽視現實嘅真正利益。咁有方主辯就話根本冇必要整個體育仲裁機制出嚟，或者話體育仲裁機制嗰個成本要好大啦。但係我方主辯已經講過啦，體育仲裁機制比一般法庭處理嘅時間短，而且比普通法庭有更多嘅好處，例如成本低同埋高效率。而我方一副已經講過話，其實政府係有足夠嘅資金去整一個體育仲裁機制出嚟，而且因為體育仲裁機制其實係可以配合城市化嘅，所以我方就好唔明白點解有方一直強調話整呢個體育仲裁機制係冇必要啦。然之後，如果有方又話冇必要話，而家嘅法例已經搞掂到，但係咁就係我方主辯已經講過羅展鵬呢個例子，甚至係一副講嘅美斯唔落場。咁其實有方呢樣嘢到而家都未處理到喎，咁點解話呢樣嘢係冇必要咧？我方就好唔明白啦。然後有方全場都忽視咗設立體育仲裁機制所帶嚟嘅經濟價值啦。但係我方一副已經講過，倫敦每年處理5000宗嘅仲裁案件，為經濟作出咗至少25億英鎊嘅貢獻，所以先確立體育仲裁機制係可以帶嚟經濟效益嘅。在座各位，其實大家由始至終都係想香港嘅體育產業發展越嚟越好，但係可惜嘅係今日有方全場原地踏步，唔肯進步。如果係因為冇可能性而唔去設立一個又可以促進體育產業發展，又可以保護運動員權益嘅體育仲裁，唔通呢個真係為香港體育產業好咩？大家此時此刻都唔係小朋友啦，因為小朋友先做選擇，而我要晒全部嘅好處。唔通有方同學真係想眼白白望住啲運動員受到咁嘅傷害咩？大家試諗下，如果有一日你係嗰個無故被總會禁賽嘅運動員，唔單止冇比賽打，又冇糧出，咁你嗰刻嘅心情又會係點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嘅發言時間係3分28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雙方一輪唇槍舌劍，又係各位評判計分嘅時候，我哋會於